中央咧同埋特區政府咧一直都非常之重視青年嘅發展，要把握好15+5嘅黃金機遇，積極參與大灣區同北都嘅建設，真正做到融入國家，貢獻香港。希望咧各位好好把握呢次機會，裝備好自己，將自己所見所聞咧分享俾更多同學，亦都咧推動更多嘅朋友咧繼續參加新動力實習交流計劃，去感受內地嘅發展。呢段經歷咧，好相信啊，會幫助你哋開拓宏觀嘅視野，亦都為你嘅未來嘅職涯規劃咧帶嚟深遠嘅啟發嘅。希望通過唔同嘅交流咧，喺唔同嘅社會文化裏邊咧，大家學習成長嘅。我哋祝願呢一次計劃圓滿成功，等更加多青年咧未來繼續受惠。咁我相信各位今次參加呢個計劃嘅年青人咧，一定係會獲益良多，為你嘅事業咧係打好一個好好嘅基礎，把握我哋國家迅速發展帶嚟嘅龐大機遇。希望你哋咧日後可以積極咁樣為香港同埋為國家嘅未來作出貢獻。